准备出去佚佗好，好，咱来点名先哦，浩子哥，嘉文姐，阿哥有李明川老师，请坐。哎呦，真呢。过年对压力就大。你那遮高哈，但是证明水够高。哎呦，多谢啦，证明我的台语有进步啦。咱今仔日要带大家去佚佗哈，但是出发进前哦，咱来考大家一下。好，考试哦。考试的是爱知影咱的来宾啊素质。伫倒位？嘿，那是观众有甲咱的导览设施讲的较深甲浅有关系。哦，所以现在来快问快答了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好，第一题，好诶，你曾经在西门町拍过几个妹妹？一个，很笑诶，一个，你刚你甲我讲八个呢？八个正经的代志。一个哦。去导游的去红大咖啡。红大咖啡，高渣味的咖啡。好，第二题，来，明川老师，高中啊，你的制服裤子拢去倒位改？中华商场啊，中华商场改成什么款式？改安尼就合咧安尼，有无？安尼绑起来，绑起来。啊，这样安尼。你叫啥？叫什么？AB 裤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啊，不过 AB 裤是头几年尔，啊了都流行较快。哦。我是讲，即摆流行啥，我就改啥。改啥是？对，流行呀。好，继续。来，嘉文姐，请你讲出万年八会比阮的3种美食。哦，牛排啦，天妇罗啦，天妇罗啦，串冰。哦，厉害。赞。好，刷来，继续抢答哦。好。这份西门町有几个出口？我等。哎，你讲。六个吗？不是6个吗？不是吧？几个？8个，几个？10个。哎呦，拢唔对，你落车，你上车。啊，12个。无，你讲会对诶，6个。 6号出口。好。上面6号出口嘛。要留吗？这两个讲对，留吗？哎，阮是爸母呢，那个。你今仔日带我来相亲的，叫阮妈啦。我们来看这个公有水无啊？我推给礼拜哦。你们还有那个 dress code 呢？对啊。哦，咱来继续哦。上后一题。即马大家看电影的时阵是食可辣配爆米花，但是正经伫西门町看电影的时阵是食啥物？鸡腿，竟然知影？对。哎呦喂！今仔食鸡腿，对啊，鸡腿介有名，就有名，就好食。无有时啊，唔是要去看电影，是为着要食鸡腿。因为讲有看电影是食鸡腿。拢看啥物拢袂记，拢无紧，无重要。哎，你两个，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有素质呢。因就是食鸡腿才有我的啊。就是伊讲啦。我大人叫我鸡腿的啊。我免会叫鸡腿啦。啊，大家拢足清楚的，今日咱要去佚佗的所在就是西门町。对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讲。是安那你叫那穿安尼哈？系啊。哎，因为啊，正经西门町是足歹的所在。今嘛是足歹。啊，你的 dress code 是啥物？我看唔到。就是拢做暗的衫哟，做暗的。这是我要穿。disco， disco。哎呦！等。啊，阮女朋友过来甲我 call 啊，歹势我来回家等啊。你等来，你有朋友呢？看我有朋友。你有爸爸妈妈啦，你不是朋友。5201314啊。我爱你一生一世。过来还啊！哎呀，就还你也七啦哈，爱卡转去。啊，我来再来卡。哦啊，你敢知影为什么是西门町叫做西门町？因为迄有一个西门啊。因为一直台北城的西边西门町，嘿，啊，今仔日咱的导览先生呢，就是为
出世到今嘛，拢唔捌离开西门町哦。哦，真是哦。嘿，因到伫西门町发展超过280年。280年。对，足久哦。因爸爸妈妈有一个花店，啊，这花店呢，规个西门町的代志，因拢知影，因为虾米店，虾米店要开啊，啊，虾米婚丧喜庆啊。对，什么都店，这个都什么店啦？什么店要开幕，开幕啊！啊，婚丧喜庆的代志，伊拢知影，伊就是西门町的情报站。嘿，啊，这个导览先生伊伫西门町导览超过20年，欢迎我的导览先生西门花王黄永传。哇！来，哎呦，这边厉害，所以我虽然我无，但是我甲你有口号。西门町6号出口上闹热，1号出口上幸福。到底来去西门町拍一个。欢迎老师，拍一个。啊，这花呢才特别，有红包伫遮。真的，你包偌济啊？你包偌济？哎呀，那两够追啦！明川就是喜欢你啦！哎呦，桑巴罗就是喜欢你，唱歌给你听。哎呦，高文记，你是啥会？我是啥会啊？我看到。你啥会？什么？套组节目好好看啦！真高。你两个拢是卡片吼，我现金呢。你现金那就是嘞，你看我没？我也在看，现金在看这个好啊！想讲我现金呢，加文加钱加幸福啦。加幸福，对啦。哇！老师拄仔有讲吼，1号出口上幸福。对，为什么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阮家花店叫做幸福花店。幸福花店。你伫1号哟，1号出口哟。嘿，红楼门口呀。我知。门口呀。几年啊？开几年啊？1950年开到即嘛。73年啊嘛，73年啊，现在我第2代。第2代。是。那有好多开花店开70几年，恁家花会唱歌呢？因为阮家以前迄个所在叫做西门市场，啊市场大家拢会去买花嘛，拜拜啦，创啥吼，啊落尾西门町发展了后，拢有一寡店会开幕，啊一寡歌星会登台，啊拢会用到花，啊大家就拢来找阮用安尼啦。我看在你西门町做签唱会的时阵哦，歌迷送来花拢是用的花。签唱会啊！我细汉在西门町签唱会啊。差不多1980年，拢伫咧标，差不多啦。1998年啦，我2000啦。迄时阵吼，迄歌迷来送的花拢是因的花。哦，拢因兜的。嘿，啊，因兜是西门町上大的花店嘛，啊，其他买上好啊。啊，你就是看过西门町的各种流行啊，起起落落，是不是？是，对。即摆咧流行啥，因拢会来订花嘛，啊，阮会送去嘛。哦，比如讲当初是有迄戏开幕，百货公司开幕，对吧？啊，美容院开幕，拢是一个流行，都会去用到。所以阮拢知影讲到底，西门町即摆咧流行啥，是这个原因啦。看伊开啥，就知影即马大概介意啥。对。冇，咱嘛迄 MTV 有哦。是。哦哟。连阮成都路甲迄个万年拢有啦。对。NTV 啦。对。规个房间看电影的啦。对。啊，到尾咱嘛无咧看，对。咱无咧看头前。唔知伊看啥。对。啊，嘛有溜冰的，嘛有。是。冰宫。冰宫。会训练的啊，冰刀。啊，佮有保龄球。保龄球嘛，即马拢足少啊，是不是？迄阵足新式的啊，大部查某小招拢去啊，你去做。是嘞。啊，导览先生呢，足侪故事，想要听吗？袂，想要听吗？紧传阮来。好啊，来，老师听。今仔真欢喜哦，会使带明星老师来去西门町哦。啊，我今仔日我有传一寡图片，
要甲恁导览，吼，互恁小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是按西门町来，因讲我辉煌啦，有人讲我导览老师啦，我姓黄，我做黄英传，吼，谢谢。来，咱即马来看这张吼，这张就是咱西门町的位置，啊，这个位置就是咱全台北甲新北市一个山规条山的正中。啊，所以来遮这个所在，新北市、台北市来拢真方便。对。哦啊，为什么这个所在生意会好？原因嘛是大家小招，拢来遮拢真方便。嘿，对。哦，比如讲恁到迄个新店，到迄个土城，哦啊淡水，来遮坐捷运拢差半分钟就到。哦，所以就是会兴旺的所在啊，所以大家拢足侪人拢爱招迄只小蛋，啊再出去拍啦。这上新式啦。这你看，这是条啊，对吧？对。哦，我讲全台湾吼，可能敢若遮吼条啊会使做人啦，啊会使摆物件啦。哦，这样用我做的哦。哎呦，贵的呢，足贵的啊，足贵的，偌贵。啊，有当时拢花到20。哦。一支条20万，一瓶就变5万。哦。啊，过来就是吼，迄个角金的啦。哦，咱西门町的迄个地王拢是咧角金。对，伊角金咱隔壁路拢爱经过因兜停下卡嘛吼，哦，所以你若是角金的迄个条啊，嘛真贵，对哦，啊，平均说拢差不多5万、10万、12万左右啦，一个月啦。搁下一个吼，就是要甲恁介绍这个，这有写拍无？有啊，拍呢。哦，这就是咱迄个民国65年迄阵，迄阵的学生囡仔，上水的衫拢穿去遮，对，因为要去上，啊要去跟男朋友、女朋友大家咧。看来看去，拍来拍去安尼，哦，所以拢穿啊安尼啊，好生一领就这领。啊，你讲我这领，或者下裤更的裤啦，下裤安尼哦，啊，所以讲我说 A B 裤，就是这款的，哦，啊，这款流行刷了变流行喇叭裤，对，啊个包包式，哦，这就是，迄个年代吼，可惜就是哦，美容院较袂较出名，所以大家头毛拢无好看，无啦，甲即马比较差真济，有发镜啊。啊，老师，你伫内底嘛？你倒位哈？我甲恁讲吼，歹势，迄阵诶念影机拢足歹，洗起来嘛拢洗甲无煞煞。其实我知影我是徛喺中央后壁啦。啊，应该是这个啦。你家己嘛念袂得啦？火气啊！你家己嘛念袂出来？相片火气啊！目睭火气吧？你讲多一个？还是你 face off 过啊？莫讲这啊吼，下一张。吼。哇！你有穿制服无？有啊，当然制服。啊，拢穿卡其布对无？对啊，对嘛吼，可以无吼？咱中华商场早期吼，拢是做制服的嘛，做衫做裤吼。啊，卡其是无法度，大家拢一定爱有一领。系啊。哦，咱几条教官讲迄个，嘿。所以即马咱就是较歹的人的家庭，拢会是想要来做一下较下属的嘛。哦，下不是拢清清彩彩。对。啊，所以来遮就是，因这中华商场就为是为了配合这学生。所以这个卡其干脆我就开一间专门做卡其布的，色彩互恁紧，哦，就这种诶，就遐子4、5色。而且迄时阵，迄头家拢足厉害哦。你行去店内底，你免甲伊讲啥，你甲伊讲你是倒个学校就好啊。啊，伊就知。伊就讲好，你小等下，恁学校啥物是水会使，伊就摕出来讲，这3块你拣一块。讲恁学校这3块袂掠。啊，别个都会掠哦，都会发啦哦，啊，这3块会使。伊讲的就是讲，像这建中、成功这附中就无法度，拢爱较乖啦。啊，那迄款的青菜，所以恁个想讲，这几色内底，学生囡仔上爱先倒一色。一定是上白甲白迄个。这是上深的遮啦，这是就是基本的咱下内容的。啊，过来。我拢是甲白迄个啊。较浅的。较浅的。内行的对，来较浅的，浅的较浅，对，穿起来就较水。啊嘛较少年啊，较袂遐迄个老款啦吼。来下一张。哇！红包场啦，西门町拢爱去红包场，对吧？不过恁这少年拢袂爱去啦，拢老岁仔咧去，老伯伯上爱去遮，大家拢爱去啊。原因就是因早期来台湾的时阵，拢听一寡迄老歌。啊，因算讲有个人嘛无结婚无家庭嘛吼，啊拢会来遮，啊上场拢听较悲哀的老歌啦，较悲情的啦。嘿啦，伊就感觉我就安尼7、4人安尼，啊就来遮了，伊就会较听了，伊就会较开心嘛，较爽快。啊，甲遮的歌星拢足有互动的，拢有互动啊。主要就是因为因遮的歌星嘛是甲遮老伯伯
大家拢为了这唱歌听歌变成干爹干女儿，迄个概念。哦，啊，即嘛歌星吼，若要登台，若要生日，若要销价登台，拢一定爱有花啦。会教，伊再互人知影讲，伊在这歌星红牌啦，就请干爹足济啦。哦，啊排落去了，红包就收较济啦。啊，所以这场面拢一定爱做。这是领导的会吗？当然啊，较客气的一部分啦。干嘛呢？干嘛垄断？好，啊，这吼拢啊演出成功，登台致敬啦。好，拢家吼来，H 张，哦，这几个拢哦。就红哦，看吼，哇，那郑茵茵穿安尼你看无？吼，穿愈少愈红哦。安尼哦，啊，红包愈多哦。啊，当然咯，来，你怎么对看，哦，这是我人客，定去我店内买花，好，你看，安尼是安那哈？互动啊，哦，阿伯在跳舞啦。是嘿，就阿伯在，就人一较快乐啊。哎呦，阿伯。要我拍，是。哦，阿伯要给红包啊啦。这头一排这拢较贵嘞。哦，头一排较贵哦。哦，三个做伙跳舞就对啊。阿伯身体袂歹。对啊，伊要怎能跳呢？明川老师，你情况嘛，你也在调节哦。安尼哦，安尼。哦，袂使，好，啊，所以咱过来讲这电影院哈。啊，这间电影院。万国哦，明超老师对不？正确的，今嘛合作 Uniqlo 啊，今嘛 Uniqlo 遐，Uniqlo 啊，去懂啊，西门町上重要就是有电影街，对，啊，这电影街就是民国41年，一个叫做周丹玉秋的，因就是因为甲台北市市长尤美坚，嘿，就是迄阵希望讲咱的政府就是起几间戏来做政治的宣传，所以迄阵就连续。在西门町起2间大院，搁一间，拢3间是新声、乐声加国声。三个声拢会开的，啊，连落尾连台北戏嘛是因的。哦，酒家吼，啊，即嘛这个戏即嘛，哦，迄阵8个礼拜看电影是咱唯一的啊，啊，就是因为西门町就是看电影，遐人会使抵几千个、几万个。啊，线场会使去消费啊，所以就是安尼带动遐的一寡生意啊。来下一张，哦，即马改安尼嘛吼，改吼，迄个绝色影城，吼啊，这间即马就是1楼甲4楼就是迄个卖服装的嘛，啊楼顶嘛有迄个戏，啊甲做食的餐厅，吼，来过一张，哦，这间。拄我讲的6号出口吼，你讲的迄条啊吼，这就是边仔遮，这间即嘛就是迄个新世界戏，啊，即嘛就是这新世界大楼，啊个真神秘，7楼，对，迄个公园，迄个搬艺术电影，对，大家拢知影嘛，吼。咱拄仔有讲看电影爱食一个最重要的物件，有来看来，这间我听讲要甲你写一个，互恁。流口水了，流口水，拢有食过吗？有食过哦，就这年无食过，安尼表示你我做下哇，我做做会啊，哎呦，就这年无食，现在有来哦，有炸来，今日看到哦，食看卖，这间好，胖胖的哦，食鸡腿哦，西门町为鸡腿用烘的啦，对，烘啊彭公公，哇，这是卖几年啊？ 1967年，哦，52年呢，起码第3代咧经营啦。天哪！啊，三杰是第1代名啦。嘿，这真正用烘的。赞，吼赞！以前，迄个即马咧看电影拢毋是食迄个什么爆米花、可啦，拢安尼尔，嘿啊。啊，阮迄个年代拢食这鸡腿8块啦，对这是真正炭烤的，是不是最好食？足香的啦，足香的，香迄个气味足香。迄个东西啊，迄规条鸡拢是这个味，你就是，我批掉。我讲的有时啊，毋是为着要去看电影，是为着要食鸡腿。哎，你知影以前鼎盛时期，一天会使卖几支？600支。哎呦，足济呢！迄个烘的讲烘啊手酸。哎，我有去看电影的时阵吼，去排队吼，排袂到，电影要开始啊哦。啊，老板就讲我去，你先去看。
再摕给你，买袂着，买袂着，当只久。啊，这一支安那卖啊？这一支啊？即马可能一支95啦。差不多。都开始，因为是15块开始卖起啦。差不多。我小学的时候是35块。35块，你慢慢调整啊。95，今晚95。啊，你6年级前段班的哦。嘿，对。对哦。对。哦，你千万唔通讲你生命顶的记忆。我拢会知影你几岁，啊，就流行嘛，迄流行的知影我是都过一年的，你看。好食真好食。啊，欢喜啊哦！欢喜啊！你回神了呢，我看到你的面拢无共款的，食一个好起来。鸡腿食了啊，吼，欢喜吼，但是阁有8种物件要介绍给大家吼，都让要结束。是。嘿，是啥物？有来，我来给你介绍。油头冰要来，油头冰。是啥物咧？我甲恁讲吼，咱的万年大楼的地下1楼，有一项物件是真特殊。真特殊。是。真特殊。迄就是甜不辣。甜不辣。我互恁试看卖，互恁摇看卖。这对身体好诶。足酷诶！愈酷愈好。哇，是不是足酷诶？我甲恁讲吼，咱的万年大楼的地下1楼，有一项物件是真特殊。真特殊。是。真特殊。迄就是甜不辣。乌油丸做的。乌油丸。是。但是乌油丸有足侪种。对，要互恁试看卖。乌油丸。试看卖。你爱食看卖嘛会使。我倒无食过这个物件哈。轻芳呢？轻芳吼，啊你爱加破哦。啊！哎呦，你的面，这是臭油丸啊吗？好，这会使食吗？互恁摇看卖。这对身体好诶。是。啊。柑仔的皮。你摇。柑仔皮。啊，你摇。是迄个黄连。黄连是苦的，是不是？苦的。我买怎么？你这是迄什么？陈皮啊。不是臭油丸，但是不是辣爸爸的。你若是辣爸爸的，气味无同。辣爸爸，给要加的来，我来帮大家解答解哈。大家看荧幕，少年的爱食苦，为什么要食苦呢？因为这是苦地丸。苦地丸。对。退火的哦。阮恁的年代，阿嬷拢叫阮爱来遮食苦地丸。啊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咱少年时开始生条啊，对，火气会较大，对，啊，就来食这来降火，卖有生条啊，降火的灵的，啊，直接食，啊，直接食，啊，嘛会使配苦茶，啉苦茶，配苦茶。苦茶，万年老卡有一斤对呢，对，就是叫做苦茶之家，对。苦茶来啊！苦茶袂苦，人生才苦啦。哦，感谢。来哦，慢慢咱你爱啉料哦，对身体好。爱啉料哦，爱一定爱啉料哦，爱喝到哦，对，啉落去，愈来愈缘投，愈来愈水。你这苦茶，我一啉内底，我就知影差不多26粒啦。差不多啦。愈苦愈好。哇，是不是足苦诶？不啦，是青春期的生条啊，啉这，啊，今麦面更年期应该是变了啦。老师，应该是被心态修炼啦，修炼对。没啦，更年期啊，较紧过啊，你。好啦。啊，过来甲你介绍。都是食的吗？够啥？迄当然嘛是搁一只的啦。我甲恁讲，西门町的头一间排骨店，就是咧西门町，对吧？对。啊，我今仔日嘛有传，阿妹传一个排骨，互恁来食看。排骨哦，来哦，看倒一间的市场。对，来食看卖。这是3间无共的排骨店。你内底啊？我食看。像那我看。你看色水就知。看色水就知。我感觉是一间。我嘛感觉是一间。你要先食吧。爱食。爱食啦。看嘛气味有啥无共？倒一个是头一店排骨店，嘿。应该不是你这间。你知有咧用吗？你是不是？没有，伊这间收迄落收白啦，唔是收白哦。收白。
我这个吼应该唔是西门町迄间。我感觉这两间都唔是这间才是。我嘛感觉这间感觉较古早味。我嘛感觉是这间。好，咱大人讲是这间。我嘛感觉是这间。排骨对不？嘿，这间。敢会诱出来是倒一间？金丸排骨。啊，搁有咧，有名的。对，你也排骨。啊，你是咸酥鸡的哦。啊，这个太师傅的。来，我选一个，你甲开起，你甲开起来。一人放伫一个。两客一个哦。好啦。我虽然客我这，但是我选焦文杰的。我嘛是感觉是焦文杰。来看这。金。所以到底正确的答案是啥咧？老师，咱来看。对金。天哪！好，那。恭喜！啊，名拢无共款。我甲恁讲就是因就是金门排骨，来拢是内底员工。啊，落尾金门排骨再分出去。分出去了就袂使搁互金门这两字嘛。所以唔知道金湾鱼啊甲金鲜的排骨。所以今仔传来这东西吼。东西。伊是友谊店呐，友谊店。所以是咱拢可以骗去啊。应该是讲嘉文迄间是迄个创始店对啦，上老一间啊，友谊店。所以迄个味就较无啥共款。来，搁刷了，我甲你介绍。刷了，台北第一间拢伫咧西门町。对，因为真侪人家己发明家己食物件了，拢来西门町开店嘛。啊，这个开落去了，若生意足好的。伊就在全台湾开迄个连锁店，所以这西门町足重要。今仔日这个就是要来互恁试一下迄个所谓的问料，安怎做的？问料哦，这跟问料有关系，这是生药行的物件哦。是，但是内底，你可能先闻看卖，哦，这个物件。要来做问料，这是精华哦。唔是啊，这是要来摕来做问料的物件。问料的原料。你看内底物件遐尼济，边鱼啦、辣椒啦、蒜头啦，个虾边。个这是什么？胡椒啦，胡椒啦。应该要着是虾米啊？问料。问料有鳖鱼，你知啊？真简单啊啦！真简单诶。对啊，这我袂使讲错，我讲错答案。你真的要讲好诶，一定会知啊。无恁讲，我讲就答案啊。是不是蚵仔面线？问料呢？哎呦，你讲啥物？你讲蚵仔面线内底会。我跟你讲，这菜有够济呢。系啊。那问料。老天路嘛无问料啊。老天路就在哪？这里内底有问料的物件。椰子粉，椰子粉呢？甜的耶，甜的。问料呢？我要公布答案啦。我冻袂掉啊！我来公布答案哦。好，来。你什么？什么？小番麦啦。问料呢？沙地啦。番麦咧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西门町的火锅店，对，足有名的，对啦。一间叫做清香火锅，伊的沙地酱，沙地酱，原料，小番麦，唔是啊。好，咱介绍一下来，这间就是咧迄个红楼边的清香火锅店，对，这是头一间，原底就是安尼，嘿，这间的迄个沙地拢是家己做的。哦。嘛同款，拢无查某囝，拢交后生。哦。咧做的时阵，迄个过程，拢是秘密的啦。安尼哦。所以恁顶摆看迄个问料，你有看到就遐个部分。对。即马就是叫搭配吼，过来摕一张迄个。好，包的。秘密哦。秘密。啊，恁皮看卖了后，爱摇看卖，迄是包啥的？来，我甲恁讲吼，因这个沙地酱内底吼，配项有10几种。这我知。头家娘物件叫来了后，拢是用这白母杂包对无？对。做好了，对无？你等下这个纸，你能安怎处理？他这个安那？这丢淡薄臭腐去啊！我要皮丢啦，这张有迄个鲜渣，哦，中药，鲜渣，是鲜渣，不是甘草。鲜渣，
啊，这加文子你评看卖。啊，这就是包钱的啦，包钱有钱味，钱味啦，三仔味、三仔气、三仔。对，就是三马。哦，都是三马。哎，三马生须。哦，生。你看我就讲三马，对不？啊，拄只喺度烧花的，你讲烧花的啊？你是高啊？先给别出来。啊，还有八角的台语叫啥？八角，还有丁香，还有当归，还有当归子。但是啊，这咧，这你又是包钱的，啊，老师你又是啥咪味？因为一个就臭扑味，臭扑，我甲你讲是一个，咱讲。很珍贵，迷魂香是不是？哦，迷魂香，现在有可能迷魂，无包钱，我就讲迷魂啊。好安尼哦，这是咱自豪的迷魂香。我就讲臭扑。自豪，来捡你的鞋子哦，你的鞋啊。我多怪你，你把大树够大啦，你树够大。这皮刷了，你做袂使我袂等呢。做袂使我袂等呢。你个迄个店的头家拢甲这摕去烧掉呢。烧掉。嘿啊，袂使留出去呢。为什么烧掉？因为你迄纸若流出去了，就去片味就知影你内底掺啥。功夫去用学去啊。那你片得出来？哎呦，哎呦，都楚留香，你片都片出来。是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哇，咱老师带带大家来西门町食透透，啊，搁有新知，搁有迷魂香，今日收获很多吼。对，哎，too much，真济啊啦，资讯量上济。哎，啊，老师差不多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多谢，感谢老师。拄只老师咧讲的时阵，其实恁足侪记忆拢一直走出来的。细汉的时阵佚佗的所在，伊讲较早，真是嘞。佮开过什么演唱会呢？哇！你是踮倒一粒开演唱会？迄时阵吼。较早还有唱片行，唱片行都在迄6号出口里面一点点的地方，人最多的地方。是不是家？对啦，家啦，对啦，有大唱片行，玫瑰。哦，如数家珍，即摆拢收起来啊呢。好找无啊？对。啊，你拄则讲的迄什么人有什么红包场迄种的，人一届甲你订货订过上济。经过详细就是迄阵因的歌，迄个红包场要咧2楼嘛，啊，所以要甲迄2边的楼梯摆满。哦，所以拢订咧到地拢订差不多30队、40队啦。哇！就是60至80个，哎，使摆个摆满。摆安尼落来。摆满了，毋知有迄个气势，对啊，毋知有迄个摆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舞台，摆满边啊拢来创花。哇！哎，以前拢全咧无，啊，过来去做迄个拱门。够拱门，用花做迄个花门，所以上盖贵的就是迄种拱门。对，所以若看到拱门，表示迄个上大明星，上亲的，上白，安白，哇！老师听讲捌一届拱门做八，敢若鸟猪。迄个就是迄个走道了。做走道也就8个嘛，哇塞！啊，但是老师啊，我生伫这个时代，我唔捌去过红包场，敢会使教咱讲是啥物画面，啥物款，嘿，我老练啊。哦，因为连我拢无去过，都无去过，系啊，就想要听。因主要是拢唱现场的啦，有现场演唱、现场乐队都在现场，所以那个很好，嘿，所以感觉无共款啦。对啊，所以因就是迄个歌厅就是有分迄个下晡甲暗时的2场。啊，下晡较俗，啊暗时较贵。对。哦，真的哦。诶，老伯伯有的通常拢是下晡场较济，因为因拢是年纪较大嘛，袂使像晚转去。较早困嘿，所以拢来下晡场，下晡场上老累啦，暗场就还好。啊，有东西可以吃吗？现场？现场就是那一些小点心，对，小点心之类。哦，无热炒啊？热炒卤味，系啊，鸡腿，纯粹来听歌、啉茶，安尼就好啦。哎，是这个安尼。所以你今仔日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。不是我，要唱，不是我，我今仔日特别邀请红包场的这个大波歌星要来。哎呦，是你的好朋友？是我的好朋友。哦，是哦。我放我店面搞买花。红包场的文化在70
年代，在70年代那个时候哦，餐厅还有秀场，都是非常的风光。啊，你唱几档啊？唱30多年，哇，唱30几年，30几年。迄个时阵哦，70年代，对，大间歌厅，每一个歌星要生日还是。真的登台哦，都一定要到我们这黄先生那边订货，黄老板，而且都切货，有时候都切货，迄花拢就水耶。我知，啦，迄个花水吼，拄只咧伴舞的，这个个愈水。我是高跳啊！你较早是咧伴舞的，我是阿兔啦。哦，马来蒙叫阿呢。迄当时我讲那个，阮电台当时哦，那个花哈，舞台哦拢满的。这点爱满啊，拢满。那是花海呢。花海，然后你要歌厅的外口那个门口的时候，拢是花，只有一个小巷子，那会使那行尔，只是这样子走而已。所以那时候很风光，看到那个迄款的花哈，真的登台还是显得迄当时。哇，好感动！我的粉丝都来了。老师，我有问题想问，你今天穿这个是不是已经是上朴实啊？我今天是咪种金闪闪的？嘿，因为跟他唱妈妈腔，你要保重，一定要穿安尼。哦，我有更豪华的服装。我爱看。我今日无查啦，刚有迄种你穿有影片嘛？是讲你穿起，咱都要徛较远，因为你羽毛伤长。那当时我嘛有我的羽毛服装嘛拢有。那时候以前他看到他做秀哈，那个秀场啊，老板他的眼光很来啊，很呢。那时候我带两个 dancer， 他觉得说这个服装那个秀，服装又好，歌舞又好。舞裙又漂亮，那当时我回档的时间很快就进了。你讲有 dancer 哦？哇，那是有。是跳舞的，真尾巴，专业的，哇！哦，这个是特别来宾呐，我今天邀请大家跳舞。哇，有水啊！厉害！伊名叫花蝴蝶，花蝴蝶，花蝴蝶。我今日请来家就是咱来跳一个切拉舞，丢高舞嘛，就是这样子跳，大家来切去，都讲那切，那切个面叫做切个舞。阮个里头拢跳这样，拢跳，拢射舞蝶啊，射。伊拄只嘛无甲咱教，啊无老师你甲阮教者。好啊。哎，安那才叫切拉舞。哎呦，我老板盖高。哎呀，拉开，转圈，转圈哦。哦，开花，安尼哦，哎呀，你啥拢无安尼，你真正啥拢无呢？你，换你两个，我想啦，换赢，安尼啊转圈嘿，哎拉开，拉开，射，过来，过射一遍，跳啊，就是这样，拉到点你的升级版，跳得好，可以哦，你马高跳啊，你本来就要跳啊，赞，就是跳一个欢乐气氛啊！对，一定爱规定讲安那跳才是对。一个气氛啊！哎，这个气氛真好对。前辈，请问阮会使去你遐上班无？阮跳得袂歹。上班可是那个我来讲吼，那边唱歌上班跟跳舞无共不一样。哎，因为那个地方吼，唱歌跳舞是人可以邀请你那里跳舞，他那个唱歌都是你在台上给观众的表演，也包好你，那个吧，啊，你跳舞。无红包，唱歌叫我红包，哎，这样子来的。啊，浩子哥，你今日敢有欢喜？
今仔日吼，这个行程吼，咱爱小可甲评分一下，对，看你到底有介意。咱的你有食到好食的啊？有料，鸡腿啊，好食啊，伊嘛无送什么礼物，咱拄只有花有有料，啊，搁有定那运动掉安尼，运动掉来邮票拉票，啊，无红包丢。你有啥物无欢喜的拢找伊？人袂歹吼，人袂歹，人就老实的啊。我甲迄个分数牌啊摕出来。好，志豪啊。什么？你卡过屁来哦！爱评分啦。我讲迷魂香过来。我比这歹算哦，这我看着。啊，这好啊，这好。我是吧？好。理解。甲大家介绍一下，咱牌啊吼有3种啦，一个是金山，一个是银山，一个是金头山啦。金山代表就是讲吼，你入去这个金山内底吼，一定无迄个空手而回道理。哎啊，银山就是淡薄啊，较垃圾淡薄啊。啊，金头山就感觉淡薄爱困安尼啦，好，安尼算到啥无就交一个成绩，好。2、3，金山。金山，爱从幸福花店开始，下手，过来换明川老师，1、2、3。哎呦，因为无话叫你唱，叫我去唱，是无？家己爱等啊。嘿啦，我就甲爱跳舞唱歌呢，对不？好，子哥你嘞？1、2、3，谢谢，红包谢谢，这个气氛就好，是不？哇，这刚到跳舞来了，谢谢老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来甲大家分享，欢迎来报名海海道南先生做伙来佚佗来耍哦，咱后日来上会，拜拜。